那新上任的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，昨昏是去拜会日本院，也有行政院，甲2个院长见面。伊今年63岁，捌去过美国、中国、比利时、马来西亚食头路，嘛捌做过秘鲁的大使。伊来台湾来过5届，即届派驻台湾，拄好拄着明年咱的总统大选。伊嘛表示会当看到台湾的民主。关键人士表示，咱台湾的目标是要加入 CPTPP， 所以咱会争取日本的支持。互相送礼物展现代志好交情，新上任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30拜会行政院长陈建仁，用真正的中文挨杀子，佮提出35年前留学美国读册，以台湾民主化为题写的硕士论文。63岁片山和之伫日本外务省工作40多年，捌去美国、中国、比利时、马来西亚工作，也捌做过秘鲁大使。过去5摆来台湾出场旅游，而顶一摆访问台湾已经是2006年，这摆派驻台湾多是明年总统立委大选。伊表示将现份应见证台湾民主化进程。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去亲眼看到台湾民主化的进展，还有他们35多年的民主化的一个结果。伊表示，台日合作已经正做成的循环，目标要增进日台农渔产品的交流，互关系更较进一步。陈建仁指出，今年日本来台人数排名外国旅客人数第1，国真常爱旅游的国家就是日本，尤其台湾扮演国际产业链重要角色，目标是加入 CPTPP 需要日本的支持。片山代表曾经担任秘鲁的大使，日本与秘鲁都是 CPTPP 的重要成员，我们也很期望我们的片商代表能够就我国加入 CPTPP 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协助。伊去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，佮对台湾的国会制度真有兴趣。日台协会文化部身躯代表交接影片，专驻台交接部片山和之就任了后3大使命就是确保在台日本人甲日本旅客安全，甲台湾人加交流，而台湾的社会甲文化增加对台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